有关这个武汉的肺炎，咱台湾遮目前有8个人去感染到，到昨尾仔为止无过来增加。今仔日是过年后第一个开工日，专家讲上班族唔免伤过紧张，本身若是无感冒的症状，伫咧办公室就无需要规工拢来挂喙罨。若是要去人较侪的所在，才有需要来挂喙罨。国内大型的活动嘛暂时无必要来停办。2019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台湾确诊的人数，一直到昨尾仔为止，人数维持伫8例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，并无爆发社区传染的状况，也因此暂时无需要延后开工开项，大型活动嘛会使继续办理。大型活动，因为我们台湾并没有那一种涉及感染的事情，我们并不会去那个说大型活动有风险。我们只要阻绝说，你如果有武汉病毒史，或者是你有发烧后呼吸道症状，不管你有没有武汉病毒史，都不应该进入大型活动或者是人多拥挤的空间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，过去2礼拜14天内，为中国香港、澳门返来台湾的人，拢建议暂时莫参加任何大型活动。为乌北返来台湾的人，应该伫厝家己检疫隔离。嘛讲这款病毒目前致死率较无SARS，也毋过传染力恐惊较厉害，袂使无要无紧。传染力看起来也可能会比 SARS， 我们估算来说是比 SARS 的传染力还来得更厉害，很类似 SARS。那可是，在很多的地方的表现上面确实是不太一样，特别是 SARS 当年是几乎都会重症，几乎都会有肺炎的状况，然后死亡率也是蛮高的。那可是这次看到的其实是轻症是蛮多的。今日这摆是过年连续假期后头一个开工日，医生嘛提醒讲，上班族免受紧张，若无感冒症头，办公室内面无需要规工挂喙罨。要毋过你若坐捷运公车，也是人较侪所在，上好是挂喙罨，安尼较安全。